后来这个1万块的急难的补助，对你做资源回收的，对你做这个卖玉兰花这阿公阿嬷来讲，实在是真大的帮助。但是要安怎来领呢？这阿公阿嬷三无长头，甚至讲65岁起都袂当领咯，是互这阿公阿嬷真怨叹。昨天去问哦，对啊，结果没办法。他讲没有办法，65岁以下。补助金敢讲是看会到食袂到，伫文主公庙卖玉兰花趁钱阿嬷讲出家己的心声。较早一工至少会使趁700-800块，即马上加200块，因为疫情影响，人有较少，拢无啥收入。一个走去区公所要办补助，讲65岁袂使领。老人大个辛苦，毋才找着即条，日日去咯，无照讲是享受，是安怎规定65岁起就袂使互领？这样不对呢。即摆急难救助，像讲资源回收的卖玉兰花、牙牌啊工等等的流动摊贩，只要都无加入社会保险，一个人每个月上加生活费用伫1倍半到2倍之间，一户会使发1万块。要过复杂的方案，对80多岁阿嬷来讲，根本是耳听雷。有点不清不楚，不是很清楚要怎么领。对啊，我们老人又不懂网络，什么都不懂，对不对？要简单化，顶多30块而已啊！买一个整天买一个便当就够。所以1万块对你来讲帮助很大。对啊。原来规定是超过65岁，要你上班趁钱，都要提出证明，比如讲翕家己大头的相片。对着这临时摊贩来讲，景气不好，即马又阁无人调，这是救命钱。不过这时代要安怎申请？这复杂的规定甲文字，可能都要搁较简单便民的，安尼才有度照顾到有需要的乡亲。